镜头转来看国内，数位发展部昨是头一届公告，要增加卫星通讯使用的频段，包括这加几道的卫星 Starlink 等等，开放30组会当来申请。部长黄彦南是强调讲，开放这个频段，通互咱台湾行入国际。专家也讲，这对咱的太空产业发展有帮助。伫咧战争的时阵，卖当靠这卫星来维持通讯。 国科会去年底甲亚马逊下卡的古堡宽频网络卫星计划参详合作了后，作为发展部13公告新增加卫星通信使用频段。上周做法是，加贵卫星市场大公司 SpaceX 下卡成年顶30座卫星型系，应在地申请。 基本上很简单，就是我们会开放频谱，当然就是说根据国际的趋势嘛，哪些频谱已经在用了，就是为了就是可能给卫星通讯，那个完全跟政治没有关系啊。那只是说那段频谱人家已经把它开放成卫星通讯了，我们当然就跟国际接轨嘛。作为发展部强调开放频谱应甲国际接轨，专家表示，因为不少大厂已经成功设置成年顶的卫星供应链，这摆开放对太空产业发展有一定的帮助。大家熟知台湾的产业是电子电机产业，不管是哪一个卫星的服务公司，终究还是必须回到卫星本身的制造这一块，就是台湾很擅长，而且台湾厂商是可以切入的点。 专家指出，俄乌战争的时阵，乌克兰通信用要断去，都是靠加轨卫星才能维持必要的通信。有很多时候，像是一些救灾难发生的时候，有一些地区它可能对外原本的通讯有中断的状况，只要能够架卫星天线，那就可以让那个地区有网路。专家强调，台湾包含马祖电网这进行，也是靠加轨卫星保持通信。都知影发展加轨卫星通信的重要性，尤其对防止强军发动阻击台湾通信系统的攻击，也将有帮助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